冲刺的时候。报告。什么情况啊？是？我在路上遇到了个怨妇。你现在满嘴跑火车都到这种程度，出去罚站。但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？我给你提个醒啊，刚刚那个人一天满嘴鬼扯，迟到了还说自己遇见怨妇。他有个绰号叫垃圾桶。哎，你住这儿？还要吗？哎妈，好。妈干嘛？现在所有让你分心的东西都不能留。来，你爸昨天电话跟你怎么说的？我给你寄回来了。不用了，反正也没什么话。有很多呢。那，哦，对了，你忘了署名了。周菜的星星，亮晶晶。你睫毛挺长的哎。你的门牙也挺白的。